朱令案。朱令他中毒事件係1994至1995年發生喺中國北京清華大學嘅一宗著名投毒懸案。受害者朱令為清華大學化學系1992年級學生，兩次被投以劇毒重金屬他鹽，導致嚴重不可逆神經損傷，終生癱瘓，近乎失明，認知功能嚴重受損，由父母照顧近30年。警方確認為故意投毒，但因報案延遲、證據滅失等原因，案件於1998年結案，真兇至今仍未歸案。2023年12月22日，朱令在北京逝世，享年50歲。案件再度引發關注。以下係基於公開資料，包括維基百科、警方回應、媒體報導等嘅詳細整理，力求客觀完整。受害者朱令背景：出生與家庭，1973年11月24日生於北京，知識分子家庭。父親吳成之為中國地震局高級工程師，母親吳明琛為中國科技大學地物系畢業生。外祖父朱啟明為地下情報工作者，姐姐吳金1969年至1989年因意外溺水去世。學業與才華：北京匯文中學畢業，1992年考入清華大學化學系物理化學與儀器分析專業，多才多藝，加入清華民樂團，彈奏古琴與中阮。1994年獲全國高校藝術表演獨奏組2等獎，曾2次短暫失明，但無診斷結果。發病與診斷時間線：2次中毒，第一次中毒1994年11月底至12月。11月24日21歲生日，起腹痛，食慾不振。12月5日胃部不適。12月8日開始大量脫髮，數日內幾乎掉光。12月11日仍在堅持喺北京音樂廳民樂團演出古琴獨奏廣陵散。12月23日入住北京同仁醫院消化內科，檢查排除砷、汞中毒等症狀，緩解後長出新髮。1995年1月23日出院。第二次中毒1995年2月至3月。2月20日返校後腿痛加劇。3月6日全身痛頭暈。3月15日入住北京協和醫院神經科，症狀惡化至面癱、呼吸衰竭。3月20日昏迷。3月23日氣管切開，轉 ICU， 使用血漿置換7至8次等治療，期間感染丙肝。醫院初診為周圍神經病、急性播散性腦脊椎炎等，排除他中毒。互聯網求助與確診1995年4月10日起，同學貝志成、蔡全清將病例翻譯成英文，透過北京大學互聯網向 SCIMED 等國際論壇求助。這是中國首次利用互聯網進行國際遠程醫療。全球18國2000多封回信中，有30至84位專家，包括美國聖朱兒童研究院指出典型他中毒症狀。4月28日，父母喺協和醫院醫生暗助下取樣本至北京市勞動衛生職業病防治研究所陳振
楊教授檢測確認尿他275 micrograms per liter， 血他31 mics per liter， 毛發531 mics per liter per kilogram。指甲22,824 mics per kilogram， 腦脊液263 mics per liter， 遠超正常值，判定2次他中毒，第2次劑量遠超致死量，建議用普魯士藍解毒治療。5月3日起使用普魯士藍、透析、氯化鉀等，他逐漸排出。5月底腦脊液無他，8月血尿他接近正常。8月31日由5個月昏迷中甦醒，但神經損傷不可逆。後遺症、後續生活與去世：朱令視力近乎喪失，視神經萎縮、下肢癱瘓、肌肉萎縮、認知功能退化至幼兒水平、語言障礙，需終生照顧。出院後由父母全天候照顧，多次住院。2013年起喺小湯山醫院免費治療。2023年4月發現腦瘤，11月18日高燒昏迷，12月22日晚喺北京去世。12月24日喺八寶山舉行遺體告別儀式，播放廣陵散，骨灰2025年8月12日安葬於北京萬安公寓，與姐姐合葬。父母發文：我們將一如既往追兇，無論天涯海角。警方調查與結案：1995年5月5日清華保衛處報案，5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14處與清華派出所正式立案，確認有投毒犯罪事實。調查範圍：北京僅不到200人可接觸他，排查130多人，100多個使用他單位。宿舍曾發生神秘盜竊。4月底至5月初，朱令洗手用品、眼鏡盒等失竊，無財物損失，導致直接證據滅失。1998年8月25日結案，經中央領導批示理由，事發2個月後才報案，直接證據已被滅失，案件繼續偵查難度大。警方協調清華與北京公安局給予家屬逾101.2萬元補償。2013年復旦投毒案後，北京公安局微博回應無包庇，證據滅失，無法偵破。2024年4月15日，朱令父親向最高檢提交偵查監督申請。11月11日，北京市檢察院書面答覆，未發現公安機關存在偵查違法情形。主要嫌疑人孫維。背景：朱令同班同學兼室友，另兩室友為金亞、黃琦，同在民樂團壇中院。出生1973年8月，後篡改生日為1979年10月。為何被懷疑？警方稱他是唯一能接觸到他的學生。其研究小組有他研發表，清華實驗室管理鬆懈，與朱令有生活摩擦傳聞，音樂團日常接觸。調查過程：1997年4月2日被帶走訊問8個小時，
簽字後釋放。1998年解除出境限制，孫維多次公開否認。2005年天涯論壇發長文自白，稱1997年才被問。祖父孫月琪1995年已去世，無動用關係。全改名孫息顏，據報與丈夫定居澳洲新南威爾士州 Port Stephens， 從事房地產，擁有數百萬美元房產。2024年，澳洲華人發起請願要求驅逐。Change.org 近4至5萬簽名，但澳洲媒體稱無法律依據。爭議：無直接物證指控他。網上長期懷疑其家庭有背景。祖父孫月琪為文革領導人，堂叔孫夫齡曾任北京市副市長，但無確鑿證據證明干預。孫維堅稱清白，並曾要求重啟調查。公眾關注與社會影響。正面意義：中國首次互聯網國際遠程醫療成功案例，拯救了朱令生命。爭議與熱議：2005年起，在天涯等論壇熱議；2013年復旦案罷工請願14萬簽名引爆。媒體如南方週末、BBC、紐約時報多次報導，家屬多次上書質疑醫院誤診，曾起訴協和，勝訴獲10萬補償。清華管理問題、文化影響。有紀錄片書籍如李佳佳朱令的25年 Podcast， 象徵正義遲到與互聯網力量，也引發對權力證據保存嘅討論。此案至今未破，真相仍有存爭議。朱令父母及支持者持續呼籲公開中卷或重啟，但官方以證據滅失為由維持結案。案件提醒人們劇毒物管理、醫療診斷與司法透明嘅重要性。若需特定部分更多細節如完整時間表、醫學報告引用或相關連結，請再告訴我。願正義終有昭雪之日。